点点的水就好，太多会烂掉，会烂根哦。最好不要全部都淹没，不要灭顶就对了。你看会长芽出来了，长芽呢，长芽呢，你怕泡水泡久了会烂掉嘞。那个白白的那个就是芽了，那个是苹果的种子了，青苹果还是什么一般苹果种子啊，放在保特瓶里面，加一点点水就好，不要淹没，不要灭顶，也保湿，种子干净才不会发霉烂掉。天气温度适合，它就会发芽了。这是发芽的情形。发芽的情形啊，种子苹果的幼苗发芽的情形。